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1月14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360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466天。前线总共发生了170起战斗，其中1/3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希尔斯基表示俄军目前在波克罗夫斯克前线最为活跃，过去24小时中40%的战斗发生在这一战线。在扎波罗热方向，列克桑德利夫卡和胡利亚波尔前线局势明显恶化，敌人利用在人力和装备方面的数量优势，在激烈的战斗中推进并占领了3个定居点。希尔斯基承认的在扎波罗热前线乌军目前是吃了亏。同时南方集群正在里夫诺皮利亚和亚布卢科维2个定居点进行艰苦的战斗。俄军最近的损失很大，仅在南方集群负责的区域，过去3天中，俄军就损失了约800名士兵和100多件各种军事装备。泽连斯基在前一天晚上视频中也将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和扎波罗热州面临的局势描述为困难，但仍在打击俄军。泽连斯基同时表示库皮扬斯克情况反而更容易一些。总之整个前线双方可以说是打的是越来越激烈也就是俄军采取的这种人海战术这种渗透战术，目前俄军很有可能是掌握一定的主动这个关于这个城市巷战，乌克兰方面发起反击，力图稳定战线并扰乱俄军的后勤。有报道称库皮扬斯克城市巷战仍在继续，俄方声称已控制该市高达60%的区域，但这一说法遭到独立消息来源的驳斥。在恶劣天气和双方增援的情况下，过去24至48小时内，俄方并未取得任何重大突破。希尔斯基说他说俄军没有控制波克罗夫斯克，乌克兰军队也没有被包围。过去1周，敌方破坏和侦察小组已从波克罗夫斯克区7.4平方公里的领土内被清除。在进城路线和城市建筑内，与敌方小型突击步兵小组的战斗仍在持续，与敌方轻型装备的战斗则较少发生。希尔斯基说俄罗斯军队使用轻型车辆向波克罗夫斯克发动了一次有限的突破，部分部队抵达了该市，但大多数都被摧毁。仅在11月11日，乌克兰军队就摧毁了10辆车辆。随着乌克兰部队打击敌方火力点，波克罗夫斯克市内的战斗仍在继续。在米尔诺赫罗德俄罗斯军队正试图利用无人机和摩托车以小股部队进行渗透，但均被乌军击退。从红利曼向北推进也遭到了乌军的遏制。11月13日，战争研究所地图显示说波克罗夫斯克、米尔诺赫拉德形势依然严峻，俄军不惜一切代价向这里推进。那么乌军主要任务仍然是逐步接管指定区域，维护和保护现有的后勤路线，以及组织额外的后勤路线，以确保及时向乌军守卫者提供一切所需物资，并确保伤员不间断撤离。根据《纽约时报》的信息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接受这个《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乌军没有被莫斯科吓倒，在乌克兰领土上有70万乌军战士，我们向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增派了大约15万名士兵，其中包括强大的机械化部队和4个海军陆战队旅。11月7日，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总司令希尔斯基将军宣布保卫波克罗夫斯克已不仅仅是军事任务，更是政治决定。随后，许多有识之士认定乌军将坚守不动摇，但没有料到的是，希尔斯基竟调来了15万大军，也就是俄乌双方在波克罗夫斯克这一场大决战看样子是不可避免。俄乌双方在波克罗夫斯克这儿死磕你看看乌克兰这边是总统泽连斯基、总司令希尔斯基，这个安全局局长马柳克、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都纷纷先后到这个波克罗夫斯克前线，也就说明人家这铁定了心要死守这个地方。那当然普京呢一定要限期拿下波克罗夫斯克，所以双方在这儿就干上了这个欧洲媒体报道他说俄罗斯前线指挥官告诉格拉西莫夫
夫说，波克罗夫斯克和米尔诺赫拉德的包围已经完成。早在10月29日，格拉西莫夫就告诉了普京，伟大的胜利，乌军31个旅被彻底包围了。然而，这并非是现实啊！事实证明啊，这又是俄军谎报军情呐，夸大战果，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啊！现在由于俄前线声称任务已经完成，而实际上并没有，他们的资源受到了限制，要求更多只会揭穿最初的谎言。也就是说，既然你向上报啊，这个地方乌军都已经被围了，而且乌军现在是束手就降，为什么还要这么多资源，对吧？又要空军支持，又要这个更多的武器弹药消耗在波克罗夫斯克呢？普京又不傻，这个欧洲媒体说啊，所以俄军的部队是摩托化骑兵和肉类生产，并由无人机提供支持。随后，俄军的攻势停滞不前，这种情况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所以说啊，这个俄罗斯前方的这个指挥官一级骗一级啊，最后一直骗到普京这儿，让普京闹了一个又一个的笑话。不过从泽连斯基的这些最近的言行来看啊，情况似乎啊对乌军不利。包括希尔斯基的说法啊，希尔斯基说他做好了 B 计划和 C 计划，这个显然啊也恐怕已经做了叫什么应急预案。这个泽连斯基这么说的啊，他说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士兵，但我们不能放弃乌克兰东部，希望上帝保佑我们的获得贷款赔偿，否则就得寻找替代方案，这是生存问题。这个谈到波克罗夫斯克的时候啊，泽连斯基说啊，士兵排在第一位。如果结合这个希尔斯基说的 B 方案和 C 方案，那我们完全有理由得出啊，如果这个波克罗夫斯克守不住，那么乌军很有可能啊就会撤离，因为他要保存实力啊。这泽连斯基说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士兵啊，士兵放第一位的啊，这个我是非常支持的啊。如果在波克罗夫斯克这个地方，双方的交换比不合适啊，如果乌军的伤亡大，也就是我们按1:5算嘛，牺牲1名乌军就要对吧？要杀死啊5名俄军，那只有这样的交换比啊才值得，否则的话不值啊。这个希尔斯基啊和这个泽连斯基啊再一次啊又视察了叫斯泰普诺希尔斯克，视察第128旅，这个第128旅独立扎卡尔帕亚山地突击旅战士们正在扎波罗热地区叫斯泰普诺希尔斯克一带执行防御任务。泽连斯基说啊，今日与守卫者们会面交流，并为他们颁授国家奖章，感谢你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与部队讨论了诸多重要议题，重点关注当前战线作战情况以及敌军近期加强突击行动的动态，特别是敌军试图利用地形特点迂回我方防御工事的企图。专项讨论旅级单位自筹资金采购无人机，通过无人机军团奖励计划使用电子积分申领装备等项目落实，并深入分析了吸血鬼无人机实战应用特性。这个是泽连斯基亲自说的啊，乌军的无人机啊有一个叫电子积分申领装备项目，这个我在以前节目介绍过啊，对吧？他们的无人机小组啊，每摧毁一辆俄军的装甲车是多少分积分啊？摧毁一辆坦克是多少分啊？杀死一名俄军士兵是多少分？然后这个积分积到一定地步能干什么呢？去换装备。哎，这个玩游戏是一模一样啊。在赫尔松市光复3周年之际啊，泽连斯基誓言要收复所有被俄罗斯占领的城镇，这是泽连斯基再一次啊宣布啊叫寸土不让。我们再看看双方的这个互相轰炸这个能源基础设施还有发电厂，现在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啊？乌克兰总参谋部公布今日袭击俄罗斯时发射的4枚火烈鸟巡航导弹画面。乌克兰军方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11月13日夜至次日早晨发射的4枚火烈鸟巡航导弹，其中1枚惊沉在奥利尔上空，被俄罗斯防空系统击落，其余3枚均命中目标。据总参谋部消息啊，此次袭击波及克里米亚及被占领的扎波罗热州多处地点，一处油库、无人机存储与维护设施、直升机停机坪以及防空阵地。部分导弹与无人机还锁定俄罗斯境内目标，摧毁情况仍在评估中。这个西方媒体说啊，乌克兰的这个火烈鸟巡航导弹这个性能比这个战斧导弹还要优越，但是它是成本啊比战斧导弹要低得多啊。昨天下午，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奥利尔叫奥尔斯克炼油厂后，该炼油厂发生火灾，视
视频显示啊，现场浓烟滚滚呢，火光冲天。乌克兰无人机能够袭击1600公里之外的俄罗斯领空啊，击中了这座日加工量约13.2万桶的炼油厂。我们看看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啊，11月13号，俄罗斯国防部啊通报说，莫斯科时间12日23时至13日8时，俄罗斯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130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这个库尔斯克和比尔格莱德州上空32架，沃罗涅日州上空20架，黑海水域上空击落17架，克里米亚共和国上空击落7架，奥廖尔州上空击落6架，布良斯克州上空击落2架，罗斯托夫州上空击落3架，坦波夫州上空击落4架，图拉州和莫斯科州各击落1架。就这个啊，也给俄罗斯炸得不轻呐。这个《时代》杂志啊，就俄乌双方互相轰炸对方的这个能源基础设施，他有一篇评论文章啊，他说啊，乌克兰可能赢得与俄罗斯的能源战争。文章这么说的啊，他说，当俄罗斯导弹袭击乌克兰发电站时，基辅对俄罗斯经济的心脏及炼油厂、管道和能源枢纽进行了对等打击。这些攻击不仅可能削弱克里姆林宫的军事机器，还可能改变战争进程，迫使普京停止军事行动。时代杂志在东欧和中东政治专家苏里亚·贾扬蒂文章中写到这一点。他曾担任美国外交官10多年，曾在科威特、伊拉克和基辅工作，在基辅期间担任美国大使馆能源部门的负责人。该刊物指出啊，上周末乌克兰经历了全面战争爆发以来最艰难的时刻之一。周日，在俄罗斯入侵以来最大规模的能源基础设施袭击后，该国大部分地区停电8至16小时，连泽连斯基接受那个采访的时候，对吧，中途都停电2次啊。但基辅的反应表明，乌克兰正在对俄罗斯能源系统发动自己的战争，而且近几个月来其行动力度不断加大。该媒体认为，这场行动可能会瘫痪普京的军事行动。该媒体报道啊，自2025年初以来，至少有13家俄罗斯炼油厂遭到了影响。截至10月初，38家最大企业中，至少有21家遭到破坏。俄罗斯的38%的原油加工初级产能已经停运。俄罗斯最近对乌克兰袭击，可能是乌克兰一系列强力反击的回应。卢克石油公司位于伏尔加格勒的炼油厂、乌尔戈列琴斯克发电厂以及克里米亚石油基地都遭到了第6次打击。该出版物援引《金融时报》的报道称，乌克兰利用美国的情报数据来确定俄罗斯能源系统的优先目标，这表明特朗普总统迫使克里姆林宫达成和平解决方案的意图是认真的。文章指出，乌克兰的攻击已初见成效，俄罗斯仍然高度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这些出口占国家预算的一半，但9月份出口下降了26%，10月份更多能源企业停运。俄罗斯天然气出口跌至50年来最低水平，石油加工量跌至5年来最低水平。莫斯科甚至因国内短缺的20%而限制了燃料出口。文章作者指出，俄罗斯人不仅在战场上，而且在自己的经济中也开始感受到战争的影响。时代杂志还指出，乌克兰打击恰逢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对俄罗斯能源巨头卢克石油公司和俄罗斯石油公司实施制裁。该刊物认为啊，如果欧盟的倡议获得通过，欧盟讨论呢，2027年之前完全停止进口俄罗斯的化石燃料。如果这个通过了啊，而美国制裁继续有效，这将对俄罗斯预算造成沉重打击，并可能成为结束战争的一步，也就是乌克兰啊赢得与俄罗斯的能源战争，双方继续轰炸。实际上啊，这个战目前态势比较明显。我一直说啊，只要特朗普不要再摇摆，俄罗斯只有失败一条路。在战场上，俄罗斯没有任何进展，越拖时间对俄罗斯越不利。在这个战场之外，就是前线之外啊，后方双方互相轰炸能源设施。但是乌克兰这边人家有欧盟，对吧？有这么多国家支持，人家送电、送燃料、送钱、送设备。俄罗斯呢，只能独自扛，时间站在乌克兰这边，所以越拖啊，对乌克兰越有利。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当地时间11月13号，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布罗夫斯基宣布，当天
欧盟向乌克兰拨付41亿欧元宏观金融援助贷款，此举标志着欧盟对乌克兰181亿欧元宏观经济援助贷款全部到位。这笔贷款将在欧盟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产生的利益偿还。此笔贷款将为乌克兰维持国防、公共服务运转，并推进必要的改革提供支持。这是央视新闻报道啊。法国的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11月12日在布鲁塞尔出席欧元区财长会时称，欧盟各国就如何利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向乌克兰提供1400亿欧元贷款达成共识。终于啊，现在有了着落了啊，现在叫好事多磨啊，这1400亿欧元的贷款成型。但欧盟委员会层面还需要解决比较棘手的技术细节问题。欧盟将于13日继续讨论为乌克兰提供财政支持的途径和机制。乌克兰危机2022年2月全面升级后，西方国家冻结俄罗斯的3000亿美元海外资产。俄罗斯外交部曾多次谴责欧洲国家冻结俄资产是偷盗行为，并表示俄方将以同样方式还击。但是欧盟啊，终于磨来磨去，磨到现在啊，已经有这个很大的一个进展，也就是用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来购买认购欧盟发的这个债券，而募集的这个债券资金呢，就是借给乌克兰，没有利息。什么时候还呢？俄罗斯什么时候对乌克兰进行战争赔偿的时候，赔偿给乌克兰，然后乌克兰拿这个钱去还给这个欧盟兑付啊，然后欧盟再把这钱还给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你看看这个流程啊，现在已经问题不大了。这个路透社报道啊，这里面关键的是挪威做担保，说挪威准备从其庞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中拨出1000亿美元作为欧盟抵押品，从而推动将1400亿俄资产转移至乌克兰。大家都知道啊，刚开始是比利时不同意，因为比利时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最多，比利时又担心到时候俄罗斯报复，那比利时最惨，所以比利时希望欧盟对吧担保。那这回是挪威出1400亿1000亿啊来担保，北欧的挪威啊这个时候站了出来。这里面最值得这个钦佩的是，挪威它并不是欧盟成员国啊，它出1000亿美元来担保，你看看。这真的叫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啊！当然了，挪威这个有着世界上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据说啊有1.7万亿美元。挪威人知道啊，他们这么好的日子是建立在欧洲安全的前提下的。如果欧洲没了安全，以后大家都说俄语，那你这个财富基金是谁的呢？不言而喻。所以这个时候拿1000亿出来做担保，担点风险，完全是合适的。如果乌克兰输了，你这1.7万亿能给谁花呢？所以这个时候这些富裕的国家更应该掏钱出来，而且他这还不是出钱呢，他只是做担保。根据多家媒体报道，7国集团12日在加拿大举行外长会议期间，多国外长公开表示已在俄乌问题上达成共识，准备进一步对俄罗斯施压。7国集团外长在会议结束时发布的一份联合声明中，重申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并呼吁俄乌双方立即停火。我们正在加大俄罗斯的经济成本，同时准备对那些资助俄方战争的行为的国家和实体进行制裁。勒在俄罗斯脖子上的绳子啊是越来越紧。不过这个美国国务卿啊卢比奥啊，当地时间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参加7国集团外长会议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又说了啊，这哥们儿他说啊，美国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制裁的潜力几乎已经耗尽，我们的制裁手段已经所剩无几了。卢比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啊，美国已对俄罗斯主要石油公司实施了制裁，我不知道还需要再做些什么。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快没有可以制裁的对象，那简单卖武器给乌克兰就行了。彭博社报道啊，他说乌克兰目前每年生产400万架不同类型的无人机，用于打击战场上和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相比之下，美国每年生产约10万架军用无人机，其中包括远程无人机和价格低廉的 FPV 无人机。乌克兰数字化转型部长费多罗夫表示啊，目前乌克兰有500家公司从事无人机生产，而在2022年这一数字仅为10家。所以说乌克兰是越打越强壮啊，它并不是对吧越打越弱啊。而这个俄罗斯呢，那是越打越弱。为什么这么说啊？乌
乌克兰当局分析啊，俄罗斯目前在战争中使用的弹药有约70%是朝鲜生产的。共同社取得的乌克兰机密文件显示，自2022年2月以来，朝鲜已向俄方提供约650万枚炮弹，以换取俄罗斯的军事技术。文件还指出，朝鲜从俄罗斯获得的防空系统、太空开发相关技术以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援助。这份9月前后整理的文件还显示，俄罗斯的核技术也被转移至朝鲜，这凸显了俄朝之间日益深化的军事关系。世界第2强的军事强国居然靠朝鲜撑着的啊！另外也说明朝鲜在俄罗斯这个战车上是越绑越深呐，想下车的困难了。这里面咱们不能不说啊，一旦俄罗斯失败，俄罗斯解体，这个朝鲜恐怕也要变天呐。我觉得司令官啊，这个赌注压错了，必将付出代价，惨重的代价。如果他仅仅是对吧，跟俄罗斯换点粮食，那美西方恐怕也说不出啥出来，人家吃饭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记者说啊，他说欧洲人倾向于继续鼓励基辅政权继续作战，美国人总体来看目前倾向于暂停一下，我们依然对谈判进程持开放态度，愿继续推动谈判进程，但是基辅政权不愿就任何问题进行对话，也不愿对提出的问题予以回应，在此情况下单方面推进谈判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这么说啊？这个11月13号啊，乌克兰媒体报道啊，他说乌克兰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基斯利查说啊，由于今年俄乌之间举行的数轮和平谈判均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相关对话已被停止，在今年年底之前不会再进行新的谈判。也就是乌克兰人啊，在年前不打算跟俄罗斯再浪费时间谈判，因为今年谈了这么多轮没有任何进展。那这个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啊，乌方停止与俄罗斯谈判的做法说明其缺乏达成和平的意愿。此外，乌方破坏了双方达成的有关交换被俘人员的最新协议，在已达成的1200名应被交换人员中，实际交换的数量不足30%。乌克兰年底前不会再跟俄罗斯进行任何和平谈判，这个没毛病啊。昨天这个乌克兰的前总司令扎卢日内也说了，对吧？就不应该跟俄罗斯啊浪费时间。这个俄罗斯人所谓的谈判，所谓的诚意很简单啊，就是让乌克兰投降，双方啊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两个人差距太大，怎么谈呢？就是浪费时间。乌克兰要恢复到1991年的边界，当然了，这是他的目标啊。乌克兰有个前提，谈判先停火啊，就是时空线这儿停火，然后再慢慢谈。这个俄罗斯呢，是你先签和平协议，把这乌东4个州、克里米亚的割给我，就是我没占的地方你也得割让给我，占的地方那还是我的。哎，你同意了，你把这协议签了，咱们就停火。哎，你不签，你不谈，你就没诚意。你看这不就是流氓吗？这就是流氓逻辑啊，强盗逻辑啊。确实啊，你这种谈判就是浪费时间，连特朗普都被普京耍了这么多回，耍了一回又一回。谈判嘛，先停火。哎，俄罗斯人不同意，为什么呢？普京认为自己能占便宜，在战场上掌握主动，对吧？能把乌军击垮。结果打到现在啊，这个俄军又白死了10几万人，你占了什么地方呢？当地时间11月12日，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啊，俄罗斯和美国仍在安克雷奇共识基础上推进工作，并且运作正常。乌沙科夫称啊，如果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能达成和平解决方案。这显然啊，这个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那不就是在撬这个拉夫罗夫的活吗？拉夫罗夫现在对吧，被普京啊给审查了，写了检讨，现在是带病工作啊，戴罪立功，对吧？是你蓄意破坏了美俄峰会，现在你来解决，所以让拉夫罗夫啊去求这个卢比奥要恢复这个峰会，求着人家跟人家谈，对吧？再给个机会，我们一起照个相，就这意思啊，给我一个露脸机会啊！你看，这是乌沙科夫也跑出来表态，显然啊，拉夫罗夫已经失势了。拉夫罗夫现在就做一件事情，修复跟美国的关系，他就做这一件事，其他事情他都沾不着边了啊！做这件事就是戴罪立功。你看啊，拉夫罗夫接受意大利晚邮报采访时说啊，欧洲国家正在破坏一切为解决乌克兰冲突和平的努力，并正公开为发动一场针对俄罗斯的大规模新战争做准备。该媒体拒绝刊登以上采访内容。媒体这个意大利的晚邮报不刊登，那好，塔斯社独家授权发布俄罗斯外长的相关表态，什么意思啊？对吧？拉夫罗夫把这个一切责任怪到欧洲欧盟的头上。
上，俄罗斯将在恐俄狂热过去后开放与欧洲的接触，倾听欧洲国家未来将如何与俄罗斯沟通，并决定是否有可能发展诚实的关系。拉夫罗夫警告称，目前的局势不符合俄罗斯人民的利益，希望正在推行反俄政策的欧洲各国政府了解这种有害做法的危险性。这拉夫罗夫什么意思啊？我感觉他头脑有点不清醒了啊。他说目前这种局势啊不符合俄罗斯人民的利益，那你这不是在批评普京吗？这个局面谁造成的？不是普京吗？对吧？你现在只要把部队啊从乌克兰那一撤，不要说撤了，你就停火了，这局面都好得多。所以局势不符合俄罗斯人民的利益，对吧？你得赖这个普京啊，你不能赖欧盟啊。所以说你看这拉夫罗夫还是啊心中有怨气啊，要甩锅给普京啊。拉夫罗夫13日说啊，俄中关系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联盟，而是一种更有效、更先进的互动形式。两国的合作关系建立在不结盟的基础上，不针对第三国，也不存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分。拉夫罗夫还说过，对吧？俄罗斯的盟友就是空军、陆军和海军。就在拉夫罗夫啊现在接受普京的审查、戴罪立功的这个时候啊，有一个人啊突然窜出来了，感觉要取代这个拉夫罗夫这个因为这个权力真空啊这个空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俄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这个绍伊古最近啊频繁这个露面讲话，他讲的那些话都不像是安全秘书讲的，倒像是一哥说的话。首先是11月13号，绍伊古接受采访时表示，北约欧洲国家的领导层可能会考虑对俄罗斯实施各种复杂性的挑衅手段。这些国家的情报机构在组织此类行动方面有丰富经验，也就是这个绍伊古先制造紧张情绪啊，紧张气氛，对吧？外面有强敌啊，要颠覆，对吧？要针对俄罗斯。然后这个绍伊古还说啊，事实上欧盟已经从一个经济贸易组织变成一个军事集团，它遵循的原则与北约相同，通过寻求威胁来为军事化支出找借口。绍伊古还称啊，俄罗斯将继续竭尽所能的保留战略稳定体系。他说，军工控制正在持续平庸化，我们不能袖手旁观。什么意思啊？这绍伊古对国内工作啊提出了批评。首先是俄罗斯要竭尽所能保留战略稳定体系，那意思就是你普京别老改来改去的啊，要战略稳定。第二个说了啊，军控制度正在平庸化，我们不能袖手旁观。不点名的批评了普京啊，所以说这个绍伊古最近话有点多啊。我们再看看拉夫罗夫刚才说的啊，俄罗斯跟大国的关系实际上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先看这个路透社报道说，11月迄今到现在啊，大国对俄罗斯石油购买量下跌了 36%， 缺口由沙特完美弥补。国际媒体注意到，大国这一段对俄罗斯石油的需求开始降低，与此相对应的是对中东石油购买量开始增加。11月12日，路透社援引一个油轮统计数据报道，大国在11月刚过去几天内大幅减少了对俄罗斯石油购买，取而代之的是大量进口沙特原油。路透社还说啊，据路透社援引交易员消息，大国又一家炼油厂暂停购买俄罗斯原油。这个炼油厂叫延长石油，陕西的啊，在最新一轮原油供应招标中已暂停购买俄罗斯原油，供应期为今年12月至明年2月中旬。据悉，延长石油位于中国陕西省，该省不靠海，过去定期购买俄罗斯原油，通常每月接收一船，主要为俄罗斯远东的这乌拉尔原油还是什么。该厂日加工能力为 34.8 万桶，年原油进口配额360万吨。该炼油厂通过天津港接受进口原油，再经铁路运至炼油厂。你看延长石油啊，也是大型的国有企业，就是陕西省的。所以啊，正因为这样啊，你看看双方的关系都是利益啊。所以普京在联邦安全会议上明确指示，要求各部门不惜一切代价推动俄罗斯经济结构调整，降低对大国市场的单一依赖。你看俄罗斯就被揍成这样了，人家还考虑的不能，对吧？一头倒向大国啊，不能变成大国的一个什么能源基地啊，原材料基地。这一指令引发国际舆论震动。看似突然的决策背后，是俄罗斯在大国博弈中寻求战略自主的深层考量。事件源于俄中贸易结构的失衡加剧。2024年，俄中双边贸易额突破2600亿美元，大国连续13年成为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但能源与原材料占俄方出口比重 70%， 其中石油、天然气对华出口占比分别达到 45% 和 62%， 而俄罗斯从大国进口的机电产品、汽车电子产品占比超
60%，这不就典型的是用资源去换大国的工业品吗？普京雄才大略，这样的大帝能受得了这种吗？你给人家卖这个初级产品，然后冲人家的进口的都是工业品，这钱不都让你赚了吗？普京能受得了这个吗？所以说啊，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联邦安全会议上明确指示，要求各部门不惜一切代价推动经济结构调整，降低对大国市场单一依赖。这黄俄还做梦跟俄爹背靠背呢，俄爹千防万防就是防黄俄。生意人报报道啊，说俄罗斯石油的折扣已升至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也就是降价呀。过去1年，俄罗斯原油折扣幅度创下历史新高，乌拉尔原油在波罗的海和黑海港口的折扣接近每桶20美元。分析人士认为啊，折扣扩大是由于美国对卢克石油公司和俄罗斯石油公司的实施制裁，迫使俄罗斯调整供应链。波罗的海港口原油折扣上一次超过每桶15美元是在今年早些时候，所以我说特朗普这个制裁是管用的啊，逼得俄罗斯只能降价。他一降价，印度还是买了不少啊。彭博社也说啊，说俄罗斯的石油滞留在海洋中。彭博社计算了漂浮在油轮上的原油数量，全球油轮上积累了创纪录的石油量近10亿桶，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受制裁国家。自8月底以来，漂浮石油库存增长了约40%，几乎所有的增长都来自俄罗斯。所以说啊，俄罗斯还能坚持多长时间呢？对吧？再这么下去啊，俄罗斯也有可能一夜之间啊突然崩塌。从目前看，俄罗斯国内政局啊似乎不太稳，各方势力啊蠢蠢欲动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